有好多種人，有好人啊，梗有壞人，有衰人亦有小人，有為外表是正斯文，點知又係人面獸心。你等問咁要點分？問題有冇戴眼識人？識人有冇膚色之分？當年美國歧視黑人，今日有位歷史第一人，全國直頭當係神，祈求佢可以救國救世救人民。讓人心裏嗰堆一堆堆，係咪可以叫做讓咩人？狗眼看人低，越低是否稱之為狗人？露點人，商人唔想仲會攞隻鞋嚟去掟人，為 MC 人話俾我知，有啲人仲中意戴住有色眼鏡嚟去睇人。今時今日要人尊重，係咪首先要學識點去尊重人？你又點睇人？請問你又係啲乜嘢人？人比人比死人，一樣咪嚟咁樣百樣，人人為我，我為人人。有問題就即管發問，是比人醜死人，不成功就肯定成人。人有責問題太多，又點敢再去過問人？逼人逼走人，連兄弟都變成敵人。人見人就愛，人與人互相關懷。戰鬥機冇晒，大炮收埋。人情未大晒，人情債只咁細，當你通處派點去計？有人背後講笑講飛似個文化僕人，有人以為自己係神不斷打救人，有人齋我唔做我要投訴，但係冇乜人過問，有人逃避推卸責任，絕對有人有疑問，唔知為乜做人，我就繼續自欺人。個世界越嚟越多病人，越嚟越多人唔識得尊重人，大家都係人係平等，係咪咁話？究竟你哋大家仲有乜嘢要發問？我想再問，其實你哋知唔知道自己係咩人？又請問，又知唔知道想得到乜事諗深一層？又試問，係咪乜嘢態度就對住乜嘢人？咁我諗唔使諗，我想請食飯，應該好難就請到陳達仁。人比人比死人，一樣咪就咁樣百樣，人人為我，我為就愛，人與人互相關懷。若人情未大晒，人情債只咁細，當你通處派點去計？人手細細，當你牽起晒，能包世界。成功就肯定成人，人有責問題太多，又點敢再去過問人？逼人逼走人，連兄弟都變成敵人。